다 되냐? 많은 거 야채 니마 주버디 자리도.那么今天是夏季课程的第6天。那么首先要问候各位主顾上师，还有善知识，还有僧伽，还有法友们，问候大家，扎西德勒。那么今天是印度的独立日。那么今天，也讲到了印度相关的一些历史。那么其实也就是谈到佛教的历史。我们佛教就是源自于印度。其实西藏很多的文化都跟印度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吐蕃的这个语言，本来这个语言是本来吐蕃就有，但是这个文字呢，就是仿照了这个印度的文字而创立的。那么而吐蕃的就是藏传的这个佛教，那么也跟印度的这些佛教是秘密相关的，是密切的，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也透过今天呢，也问候。那么上一堂课有一个地方讲错了。那么之前讲到说这个尼居律树尔是菩提树尔，并不是的。因为在一些中文文献里面似乎有提到尼居律树是菩提树尔，但并不是的。파츠기 지 신가 찍버려서 근데 지시야요. 때부터 제샤. 제자 안에 신난도 다디 전주 주시人民都 제자 디딘데 尼居律树呢，它并不是菩提树的一种，所以这里呢要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尼居律树到底是怎么样。印度是很多的，在东南亚是非常多的，它也叫做孟加拉榕，就是佛经里面叫做尼居律树。就我们之前谈到那个尼居律橙，它也叫做孟加拉的一种榕树，它是一种榕树的一种。所以这种榕树呢，到处也都看得到。那么我们在印度也好，或者说在这个东南亚都看得到这种树。那它长得非常大，就像是一个伞一样的大。所以它并不是菩提树。那么我们就进入到课程，继续昨天讲到的部分。完了，大家呢，大家上学明吧，大的搞是
유승 첨부 쿠란 충중급리야. 那么之前谈到大迦摄尊者，他还没有成为这个佛陀的弟子之前，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叫做尼居律，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就叫尼居律，就是因为当时他的父母在尼居律树前求得了生的这样一个孩子。就在那样一个孟加拉榕树前而祈请而得到了他这样一个孩子。那总之呢，那么他不想要结婚嘛，所以他就说要做一个用金子就做了一个金女的一个像，然后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女生长得跟这个金女像的一样的话，那他就可以结婚。那总之就婆罗门的很多学徒就带着这个金女像就四处去找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一个女性。总之呢，就印度到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去找。那么最后各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很多都回来了。那么最后只有去西方的那些学徒呢，还没有回来。所以呢，去西方的那些婆罗门的徒众呢，到底他们有没有找到呢？那些弟子们有没有找到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所以去西方的那些婆罗门的徒众呢，就是那些弟子们，他们呢寻访了很多的乡村城镇之后，他们最后就到了一个城，叫做杰比罗城。他们到了这个城中呢，那里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大的婆罗门，他的名字就叫做杰比罗。他非常非常的富有，那他有一个女儿，那是颜容超绝，非常的漂亮。那么当时这个印度的传统，他们呢会将这个很漂亮的女性就会命名为这个叫做妙贤。所以这个女生呢，女孩子就叫做妙贤。那因为她的父亲呢名字叫做杰比罗，所以这个女儿呢就全名就叫做杰比罗，然后妙贤，所以杰比罗女妙贤这样子。那么所以那些学徒呢，总之拿着这个金女像呢，就到了他的这个城中。所以他们就称这个女像呢叫做什么呢？就叫做女神的这样一个像。他们称这个像就叫做女神。那么在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经典当中呢，是翻译叫做金女像所以在藏文的翻译里面叫做女神像在中文里面翻译叫做金女像。总之呢，反正就那个像呢，就是像是女神一样的供奉着。所以总之就带到了这个杰比罗城当中，这些学徒们就把这个像呢放到了城中央。
他的工作的下，那第一天里啊，那把买到的，然后呢，周围呢，他们就用香花，然后就，总之呢，就布置得非常丰盛，然后还有音乐啊，各种做这种供养。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学徒呢，大声的就宣告，然后就对城中的所有这些女性说啊，各位女士们，你们要知道哦，如果呢你们以香花这种妙物来供养这个女神的话，就能够圆满这个女神能够满足你们5种大愿。一个是你们能够投身到富贵人家，就是第一个叫生富贵家。第二个呢是能够嫁入富贵人家，叫做拼于贵族。再来第三是不被先生轻视，叫做夫不见亲。第四个呢是生男孩，叫做生有德子哦。再来第5是先生听自己的话，这叫夫主随意。所以呢，总之这个学徒就大声的在那边可以说这个宣告，然后说能够满足这5种大愿。所以可以说当时呢，城中所有的这些女性们都争相的拿着这些香花，然后到这个金女神像前面来供养和祈请。那这时候妙贤呢，他的母亲也都听到了，所以在藏传的经典里面呢，是说是妙贤的母亲听到了，但是在汉传的这个律典里面说的是父亲听到了。所以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总之呢，这里说是，总之这个佛像到了他们的城中了。所以总之这里说母亲呢，就跟这个妙贤就说，哎，有这么一尊女神像来喽。所以总之母亲就非常的也很激动，她就说这个有这么一个女神像啊，你赶快去供养，她能够满足你5种大愿的。这妙贤就回答说，供养那个女神有什么好处啊？妈妈就说，因为供养的话能够满足5种愿望的。那这个听完，女儿就说，我不需要啊，我已经生在富贵人家了，所以我不需要再投身在富贵人家。再来，我长得也很漂亮啊，这个是人见人爱啊。然后我长得很漂亮，人见人爱，但是呢，也不见得有人来向我这个提亲啊，所以得到5种殊胜对我也没什么用嘛。所以，但不管怎么样，他的妈妈还是非常的坚持哦。然后妙贤他也很这个孝顺，所以总之，对母亲很坚持，然后他也不敢违背这个母亲，所以妙贤呢，他就只好就带着，总之在他的一个仆人的，就一起就拿着花呀、香啊，还有各种的这些衣服，还有贡品，就到这个女神那边去了。但是呢，这个妙贤呢，在他走到这个女神像附近的时候，就发生了非常稀奇的事情，就是说，随着他呢越走越近的时候，结果那个女神像呢，却变得越来越黑。因为本来那个女神像是金色的嘛，而且那个
女神像不是金色的吗？发光的吗？但是却随着这个妙贤越走越近，那个女神像呢的金色越来越没了，变得越来越黑。最后，当妙贤走到神像旁边的时候，整个金像完全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铁。那我想这可能是他们文学上的一种表现手法吧。反正就是因为在形容呢，这个妙贤太漂亮了，就让这个金色都失色了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文学手法把它变成了黑铁这样子。总之呢，当时呢，在旁边的就是那个婆罗门的学徒，就是婆罗门那些弟子们，他们就觉得哇，这是何等异象哦！他觉得哇，这要不就是一个恶兆，要不就是某个人的这种有这种神力或威力的一种应夺使然哦，他的威力把这个光彩都夺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妙贤，就怀疑说，可能就是这个妙贤这个女生她的这种微光啊，把这个女神金像的这个力量都夺过去了。那么他们就走到旁边去问妙贤：“请问你是谁的女儿？”他就说呢，他们就想说，他就说我是婆罗门杰比罗的女儿。那他们就想说，大概她就是我们要找的女儿。他们就找到了这杰比罗的这个家门口，这些学徒就站在门口，就说：“智者啊，我们呢来向您化缘，就请您慈悲呢给予我们东西啊，我们来这个化缘了。”那婆罗门杰比罗就在里面，他就听到外面有人化缘，所以他就命家人吧，就准备一些面粉啊、酥油啊、红糖啊、葡萄去做布施。当时印度的传统啊，要去布施呢，施食哦都是叫女性去布施，所以当时呢，所以他们家人就要这个妙贤，所以是妙贤就出去发放这个物品，所以是隔天了，隔天。所以妙贤就走出去，就要去给这些学徒东西，但是呢，学徒们就不肯接受。但没过一会，这个婆罗门杰比罗他就出来，就他的父亲就走出来了，就问学徒们说：“哎，你们不是来乞讨的吗？但是你们却什么都不拿，那你们到底是需要什么呢？”那他们回答就是说：“哦，我们是来化缘这个你的女儿的，我们不是来化缘这些面粉这些东西的。”这婆罗门父亲听了就很生气，这听了当然生气嘛，怎么会来化缘我的女儿呢？他就说：“哦，我才不会把我的女儿给你们呢。”就说那哪有人这么说话的？这太可恶了！这学徒们就赶紧解释说：“哦，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这样子说的。”这个父亲听了，婆罗门听了一头雾水哦。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呢。”那这时候，这个学徒们赶快就解释哦。这是在摩羯陀国，
也就是现在菩提迦耶附近嘛，当时的摩羯陀国。总之呢，有一个叫就是尼居律城。那里呢，那里有一个呢大婆罗门，那么名为尼居律。那么就像是梭罗树一样啊，就这样一个比喻。总之非常的富有，他的金银财宝库藏银翼哦。那财富有多富有呢？可比这个毗沙门王，就是毗沙门王就是这个像财神的这个对不对？财宝天王是一样的。然后呢，他有一个儿子，就叫做迦摄，就是叫尼居律哦，就是迦摄。然后他呢是容貌稀奇哦，然后聪锐无比。总之呢，精通婆罗门的一切的这些知识，然后明了4种吠陀等等等等。哦，总之我们是为了他的婚事的而来这里相求的。那这时候，这个婆罗门杰比罗就他父亲听完之后就说：“哦，其实呢，我有听过这个那位婆罗门的这个功德，尼居律婆罗门，我有听说过他。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杰比罗，其实这个杰比罗就是加比罗卫嘛，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尼泊尔这个地方，加比罗卫城佛陀诞生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们说的那个地方是在那个摩羯陀，是在那个地方，相隔很远啊。如果要结成亲家，可能会有困难的。这时候婆罗门这些学徒们，他们很会说话，就说得很好听。就在那边说：“哎呀，你们这个婆罗门啊，大婆罗门啊，你不用担心。那个尼居律婆罗门非常富有。那时候，因为当时大概全印度最富有就是那个婆罗门嘛。然后接着他们说：您呢也是这么的富有。再来，你们也有马，然后也有大象，然后你们又有那么多的仆人。”所以，总之呢，这些大象啊、马呀，然后仆人都有，你们要怎么样要到哪里去都很方便。而且距离远也不是坏事啊，有时候距离远一点反而好，有时候太近了反而容易吵，不太好。有点距离反而是件好事的，反正他们很会说，总之东说西说的呢。就也让这个婆罗门呢还蛮高兴的，就觉得他们说的也是有道理，所以婆罗门呢杰比罗就给了他们一些，那么远来嘛，总之就给了他们一些换洗的衣服啊，一些东西，就让他们到杰比罗城外面去这个换洗，去休息这样子。那么就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换洗的时候呢，他呢，杰比罗呢，婆罗门就把家人呢聚集起来，就开了一个会哦，就讨论到底要不要嫁女儿。那他的家人就说：“哦，那个尼居律婆罗门哦，他可是一位大婆罗门，他就像是一棵梭罗树一样，大梭罗树一样。就算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也当然应该要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的。更别说这次他是主动提亲了，那当然我们应该要同意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和这样一位大婆罗门结成亲家的话，对于我们家族来说，还有对我们的女儿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所以，总之，大家就决定
决定这门婚事，然后也为女儿这个梳洗，穿上了洁净的衣服哦，然后就传统上会念诵婆罗门的一些祈祷文，就是代表吉祥的，然后就确定了。那传统就是确定要嫁女儿了，那就是印度的传统就会念很多的，也总之很多仪式吧。然后这些仪式都做完了，念完了，然后呢，接着呢，这个学徒们呢，他们也就赶快就算好了，要看这个良辰吉日嘛，要算。过去印度也会算着，我到底是什么日子好，这个年月日时辰，就算好说哪一天什么时辰都算好了。就像这个藏族也是特别要看这个时辰的。总之呢，全部都安排好了，大家也都心满意足了，学徒们就回去了，回到了尼居律城。所以快回到城不远的地方，这个迦摄远远就看到了，就看到说，大概这个他们找到了那个女生了。所以这些就是那个尼居律，就是那个大婆罗门啊，是他的父亲啊，回去他学徒们就跟他们的那个大婆罗门就说：“你应该要感到高兴啊，我们已经圆满了您的心愿了。”为了那个迦摄啊，就求得一个善妙的女子。那之前的出发前呢，您说只要找到一个漂亮的女性就好，不用在乎这个家族种姓嘛。但是呢，现在找到的这个女子呢，但是呢，现在找到这个女子呢，不仅仅是美貌，而且呢是出身贵族，而且家庭是富有的。다들 슈베장도 마서 단동배 아주다 벤 다완 디디지게 나는 니만 디디지게 나로라 베 주준 디디지게 나로 창사야 그저 참말로 땡땡 쇠사의 슈두산에 而且呢，不仅是这样说完了，而且很清楚的报告说，算好了这个结婚的良辰吉日啊，然后当然整个寻找的经过，还有这个良辰吉日啊，总之这个尼居律婆罗门听完之后非常的高兴。然后也给了他们各种的礼物，然后像是衣服啊、食物、财宝等等。那么这时迦摄也知道了，就听闻到了，他们大概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就有点怀疑，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女生被找到了吗？当然他心中是不想结婚的嘛，他就想说，真的有这么传闻，有这么一个杰比罗妙贤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吗？他就想要自己去观察一下。
他也是有一些担心，所以他就去见他的父母亲，他就跟父母亲说，我想先到其他地方去散散心，去走走。他当然不能说我要去看那个女生，所以找个借口说我想去其他地方散散心。父母亲说，哦，当然可以啊，我们两人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是很爱你的。然后总之呢，你在结婚之前回来就好。你现在暂时要去哪里出游哦，都可以的，记得要赶快回来。所以这时这个迦摄，就是这个大迦摄嘛，就迦摄他就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呢，他们就前往这个揭毗罗城。这是妙贤的这个城，所以当时呢，传统他们会拿着一个叶子做的一个器皿，这是叶器哦，然后他们就会挨家挨户的去乞食，然后他也换了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衣服，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乞食，然后最后呢，他就到了这个揭毗罗婆罗门的这个门前。那么就像之前提到过，就在中印度的传统呢，这个出来受食的呢，通常是这个女生家里的这个女儿女生，所以这时候出来受食的是谁呢？就是这个妙贤。所以大迦摄一看到，想说哦，想到说哦，应该这就是妙贤，应该就是这位女子了。那这的냠도那세계 보면 상물이야. 이제 tin. 이제 tin네. 다 교환하고 지기 제마지 빠진 지대나 교랑마도 지기 니버지도 얘기 말했어. 他就想说，哇，你这个，你的这样的一个美貌真的是举世无双。你是这么的美貌，你要能够，你要舍弃你的这样的美貌，实在是很困难的吧？那这时候妙贤听完之后，就说你曾经许配给你的，就是你的太太是不是已经不在了？这时候迦摄就听到说不是啊，我的太太还在。这时候他的迦摄就说没有，我的太太还就是许配给我的那个人还在。那个妙贤就说，那如果你太太还在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说这样子的话呢？就好像很感叹的话，就说啊，感叹说这个美貌，但是好像是很感叹这样子，美貌但虚气，就很感叹的话。那他就说了，就是说虽然他还在，假设说虽然他还在，但是呢，情不乐欲哦，就是说他是不喜欢，但是我是不喜欢这种世俗的娱乐的。那这首妙贤听完之后，其实他是很惊讶的，他就说：“哦，这实在非常的殊胜哦，实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不喜欢这种世俗的娱乐的。”这时候迦摄听完就说：“哦，太好了，我就是，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发誓哦。”
所以总之这个时候妙贤也知道，就是他就是迦摄了。所以总之迦摄就跟妙贤就说，我们现在一起发誓，我们不能违背父母的愿望嘛，那我们就一定就要成婚。总之我们就发誓说，我们不要，我们两人就发誓，不碰触对方，我们就一起修行，没有世俗的这种欲望。所以两个人就这样子的发了愿之后呢，就一起回到了这个尼居旅城。所以就在一个良辰吉日呢，就这个被娶进门了，妙贤。所以大迦摄的父母呢，也为他们就是安排了一个房间，但是呢，父母就为他们两人呢各设了一张床，就是一间房间里面有2张床。这时候大迦摄跟妙贤也说，这个就互相鼓励哦，就是说你要记得哦，这是我们的誓言。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像这个母子一样，两个人住在里面，就一人睡一张床，然后关系就像母子一样。那这时候大迦摄的父母，那么有一天就问，就是他们身边的侍者，就说这个大迦摄还有他和这个媳妇相处的情况怎么样？那侍者就说，哦，他们就是关系就像母子一样。那大迦摄的父母听了，当然就蛮难过的。那这样子可不行啊，那这是我们不对啊，我们父母的不对。那我们本来就不对啊，干嘛怎么把他们房间安排了2张床？那应该安排1张床才对的。所以总之呢，就把1张床搬走，就变成只有1张床。那另外1张床呢，搬走之后就变成是1张椅子，就后来这个房间里面就只有1张床跟1张椅子。但是呢，他们两个人还是非常的亲近，而且他们两个人还是有坚定的誓言。然后呢，迦摄也就跟妙贤说，那么你是女生呢，需要多一些睡眠，这样子好了，上半夜和下半夜你睡，这个中夜呢我来睡。所以总之呢，反正就让，因为只有1张床嘛，所以呢，这个总之呢，妙贤睡的时候呢，这个迦摄呢，他就坐在这个椅子上呢，思维，就反正想事情，就是反正他就坐在椅子上。那么有一天呢，他们的房间里面呢，就来了一条这个大蛇，盘在他们那个床铺的下面。这时候迦摄呢就看到了，他就很担心这个蛇哦会咬。那因为当时这个妙贤睡了，而且呢，他的一只手呢，就是垂在这个床边。然后呢，大家是想这该怎么办呢？因为要赶快叫醒他，要怎么样要把他的手要赶快要你知道要移开嘛？他想该怎么办呢？又怕他被蛇咬到嘛？他就四处看，
我就找到说旁边有一个扇子，因为印度都有这种扇子吧，大概是印度第一个热吧，然后再来是有蚊子嘛，所以迦舍就看到说有一个扇子，他就抓了那个扇子之后，就拿着那个扇子的用扇子的柄呢，就把那个妙贤的手呢举起来，然后就撑起来就放回那个床上。这时候妙贤呢就被惊醒了，就想说，哎，大概就想说啊，怎么是迦舍碰了我的手？他就说，哎呀，你不要忘了你的誓言，你不要忘了你的誓言。因为妙贤大概以为说是迦舍碰了他嘛，迦舍马上解释说，妙贤啊，不是的，不是我碰你啊，是这里担心这个毒蛇会咬伤你，所以我是用那个扇子的柄啊，扇柄去碰触你的，不是我。这时候妙贤就说，就算我被毒蛇咬伤啊，我也不要你用这个扇子的柄去碰我。所以不止不要他用手碰他，连扇子的柄子都不要他碰他，不让他用扇子的柄去碰他。所以总之呢，按照那个汉传佛教的根本说一切有部这个毗荼尼毗难耶当中的记载哦，那条蛇呢其实是帝释天变换的，是为了测试哦，这个大迦舍是不是这个真的没有这种贪欲之心哦，而为了测试它而化现的。在那到的米几一年送到搞用过了吧？大爷呢，可能的这个边对下早晚的没把收嘛的，这个边就对下早晚的没把肯定是是那边，那大搞的军事那么我有个吧？那做的他的城市南州大概的我妈个叫我妈的长不了，还是啥子的？那么松康去。一般人来讲，再怎么样都会有那么一点这种欲望之心的。但是为什么大迦舍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是因为过去生来说呢，他曾经是这个大梵天的，是这样的一个天人，所以他安住在很长时间，不只是几年，是很长时间、长劫的时间，安住在那种梵天的那样子禅定当中，所以他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修为。所以总之呢，他投身为人世的这一世当中呢，总之呢，他们两人就在这一个房间里，在一张床上生活中，在12年的时间，他们两人都没有升起任何这种染欲之心，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哦。总之呢，在很久之后，这个大迦舍的父母呢，父母亲也过世了。这时候大迦舍就心想，这个生前呢，这个他们也都没有做任何的，就是家里的事业哦，他们都因为父母亲都在做嘛，他们没有承担任何家里的事业。但这时候父母亲过世了，他们就得要开始承担起家里的这些事情。那这时候他就跟妙贤就要分担起一些事情，他就说，这个好家里的事情你来照顾，那这个田里的事情我去照顾。那因为以前呢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吧，所以总之呢他就这个迦舍他就到这个田地里去。那他爸爸有非常非常多的田地，之前有说过，
它光是有那个耕地的这个犁哦，就有999个。就是摩羯陀国的国王有1000个，他为了不要让这个国王这个难看，所以他不敢做1000个，所以他只做了999个。所以总之呢，他有999个犁在这个，他就看到哦，他的这个田里面有999个犁在耕作。那这个不断耕作的过程中，他就看到说哇，多少的这个田地里有这些虫蚁哦，因此这个死亡。然后耕田的这些牛也是疲惫不堪。然后呢，这个牛的鼻孔有穿着洞啊，然后被皮鞭打。然后农夫呢，每一个也都非常的这个憔悴。然后呢，这个都是手脚啊，皮肤都是裂开的，然后穿着的这个是麻衣，全身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就是看上去都是非常的脏乱，非常的恐怖这样子。而且呢，他们就看到说，为了就是这些农夫互相之间就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在那边这个争吵，然后甚至有的快要打起来。这时候扎舍看到之后，因为平常他们也不太认识他是谁，总之他就走到他们的身边，就问说：“你们是谁？”这个农夫就回答他说：“我们是尼居律这个婆罗门的工人。”这个迦舍就说：“哦，我从来没有派你们来过。”哦，他们就说：“哦，不是，我是那个你们父亲，就是你父亲的时候开始就要我们来做工的，我是被你父亲的时候就派来在做这些事情的。”这类比赛，可以多三轮打起，哪都打也是三轮打。但看上去，你阿贝跟两个的切的也比呢，但两个前呢这个都是，但呢看上去这个出不入，这个被动作前的卡真是。那迦士听了就说：“我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在这里工作了，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子的互相争吵，互相的这样子打斗呢？”总之，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这样子的，总之，在身体上、语言上造了这么多的恶业，以后不是会遭受轮回中很多的痛苦，不是吗？反正就是迦士他以前没有看到过这种人世间的这种痛苦，他现在开始因为要接这种家业吧。所以他才看到了这些人世间的痛苦，所以他也升起了这种出离的心。这时他心中也想，我虽然自己身口意没有造作恶业，但是也因为他们也算是造了这些恶业。可以说，他们也因为我，然后而造了这些恶业。他也觉得自己也过意不去哦，也觉得自己也间接的造了很多的恶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就回去跟这个就有升起了这种出离之心，就回去跟妙贤说，他也想去这个林中去修行去了。就要这个妙贤，你就好好照顾这个家吧，我想要去林中修行。没想到这个妙贤呢，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在照顾他家里，就是家里事情的时候，也有家里有很多仆人嘛，也看到仆人之间的一些情况之后，
就是家里仆人也是一样啊，也是这个很多的问题，也是这些很多的事情，让他也升起了这种厌离之心、出离之心。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想要离开。所以当时呢，这个佛陀还没有出现嘛，所以总之呢，他们就开始布施，就想说离开这个家，就把家里的很多东西呢布施出去，布施给外道的修行者啊，还有乞丐，然后他们也所有的身边也不带任何的仆人跟工人，然后他把所有的财产也都分给这些亲人。那么迦摄呢，他自己呢，只带了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可以说仓库当中呢，都是很多最名贵的衣服，但是呢，那些都已经送光了，他就只拿了一件最下等的一块布，那他就拿了这块布呢，就做了一件可以说做了一件法衣，就披在身上。同样，妙贤呢也拿了就是最下等的一块布，做了一件法衣。然后，反正整个家就交给了亲戚，然后两人就离开了。这时候迦摄就对妙贤说：“那么你今后想去哪里？”他就说：“我想要呢跟你一起去这个林中去苦行，去修行。”那迦摄就说：“我和自己的太太还有一个女性在林中苦行，这个不太好。”这个妙贤听了之后就说：“既然这样的话呢，你先让我离开比较好，不然呢，让我留在家里的话不行。”总之呢，迦摄也说：“你说这样也没错，那我们两个还是一起离开好。”所以总之呢，他们两个人就一起离开。所以总之，后来呢，两个人也就一起离开，后来也分开去医治不同的老师去。当时因为佛陀还没有出现嘛，所以妙贤就去医治了谁呢？他就去跟随了裸行的外道，就是叫富兰那迦摄出家，跟随那个人出家，然后待在他的身边。但因为他过去生的一个业力哦，他受了非常多的苦。但是最后呢，他到了佛陀的身边，然后也出家，就证得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那也是很多故事哦，但这次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就是妙贤，他就是怎么样出家，受了怎么样的苦难，这就不多说了。好，那讲到这里，我们就先休息半个小时。他的呢，他这样，吕宋的他kim呢，或者kim棒呢，这呢，他去年的去吧，配吧，他去年的去配呢。ane lam kab didu sane tangbo toba mudi ba ma do sangye me du sane ane kong ge mudi be la ma su den yu ti su kwa la 所以之后这个迦摄也离开家。那么他最开始医治了什么样的老师呢？不是很清楚。那么总之，那么迦摄什么时候见到佛陀呢？那么据说呢，首先这个迦摄他是比佛陀是大12岁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说佛陀来讲，
我们说佛陀自己呢，他是29岁的时候出家，然后他之后6年苦行。那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苦行呢，他也并没有得到这个证悟，所以之后他离开了这个苦行，然后他在这个尼连禅河这个沐浴，然后之后他收到了这个牧牛女或者说牧羊女啊这个欢喜，然后还有这个喜力啊这个供养，还有这个就是吉祥或者说伏羲底这个供养这个吉祥草之后，然后就在这个菩提树下，然后铺了这个吉祥草，然后坐在这个吉祥草上，端身正坐，然后也发愿说，这个诸漏未断尽之前，我终不解这个家父作。然后之后就降服这个魔君，然后成一切智，就是成就佛果。之后呢，佛陀就到了 Varanasi， 然后初转法轮，然后最开始就有这个五比丘，这在之前的课程有讲到。再之后呢，有五净比丘，这是再之后的5位弟子。那么再之后，在 Varanasi 这个地方又有50位长者子，然后再之后有60贤众的弟子，然后再来就是由刚刚的，就是那个供养这个米乳的这个欢喜还有喜力哦，他们2位成为弟子，然后再来还有优楼、频罗迦舍、那提迦舍等等，就是我们说3迦舍，然后等等慢慢就有教化了上千位的这个弟子。再之后呢，又教化了这个频婆娑罗王，还有他的很多的这些眷属都成为了佛陀的弟子，然后也供养了佛陀这个竹林精舍等等。所以在之后才是迦舍，这是大迦舍见到了佛陀。所以总之在之后呢，就是有一次佛陀到了这个广严城，就是这样一个多子塔这个地方，那时候是大迦舍第一次见到佛陀。按照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律典里面来说，当时呢佛陀就知道度化这个迦舍的因缘到了，所以呢佛陀呢就在广严城这个多子塔旁边的一棵树下就坐着，所以他为了要这个引导这个迦舍，所以呢他就这个示现这个神通了。这个示现了什么神通呢？他就身体呢放射出光芒，那就像是妙金山一样的这样子的光芒。然后这个光芒呢周遍一切这时候迦舍远远的就看到了，然后也觉得非常的殊胜，所以他就在寻找这个光芒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所以就循着这个光芒就找到了这个佛陀，找到了世尊。所以刚开始他不知道是世尊在那里，他是看到光芒的。
所以总之循着光慢慢就看到哦，佛陀在那里。所以远远的先是看到，慢慢看到了佛陀的样子之后，哇，这是非常非常的庄严，非常的这个端正、相好、殊胜。所以当时会形容印度哦，会形容以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这种庄严的人，会说他是相好庄严，然后是非常的极静哦，是一心无乱，会这样形容，极静一心无乱。然后会形容他像是山王，大山王一样，山当中的最殊胜的山王一样，然后是金色照耀。总之这时候呢，这个迦叶就心想，哎呀，我真的是见到了这个导师了，真的见到这个阿罗汉了，我是真的见到了这个薄伽梵了。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就马上这个拜到了佛陀的足前，他就对佛陀说：“这个，请您呢做我的这个导师，那么呢，我要成为您的这个弟子。”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是如是。假设我是你的老师，你呢可以成为我的弟子。”平常按照说一切有部呢，这个就像是这里说的，出家不需要特别说什么，只要是说是的，我是成为你的老师，你可以成为我的弟子。只要这样子一说，这样子的说的时候，就可以算是出家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以这个为例子哦，以迦叶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出家的一个例子。不仅如此，接着呢，佛陀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实际上是无知，却欺骗别人说自己是骗知，实际上自己不是如来，说自己是如来，自己不是罗汉，却说自己是罗汉。像这样子欺骗的人，最后呢，他们的头呢会头破裂为7分的。但是呢，你不用担心，我呢是骗知，所以我说是骗知。我呢是如来，所以我说是如来。我是佛陀，所以说是佛陀。他这样子跟这个迦叶这样子说。接着佛陀呢还告诉佛陀说了一些教导。首先第一个是，我所听法与善相应，我皆恭敬专心而听。就是当你听法，就要与善相应哦，而且要恭敬的听，专心的听，尊重存念啊，一想不移。总之要非常的专心的、尊敬的去听领受。再来，当你和一位大师，那这里是指说跟佛陀这样的大师，还有跟智者这样的同犯行处，这样子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具备什么？横起殷重
及惭愧心，就是要非常的尊重，带着惭愧心跟他们相处。再来第3点，我之正见念念相续，余生随转不令间断，就是随时随地你都要具备正见，而且念念要相续，任何时候都不要间断，就随时都要保持正念正知，要不放逸。就是当时佛陀告诉迦摄的这样子的3个重要的一个教言，他就这样子鼓励迦摄要这样子努力去修行。那么说完呢，就离开了，就起身了，就离开了。那这时候迦摄也随着佛陀走离开。那佛陀就到了休息，就要到一棵树下去休息。这时候迦摄就心想，佛陀这时候迦摄他不是身上就带着一个祖衣吗？那个祖衣不就是他离开的时候说他的库房里面他不是拿了一件，不是从库房里面，不是从库房里面拿了一件最下等的衣服出来吗？然后做成了一个法衣，做成了一个就是一个祖衣吗？那但是在经典里面，这里形容的是说它是一个上好的一个祖衣，因为就算是他的库房里面形容是最糟的一件，但是拿出来之后，在外面来讲还是上好的一件。总之呢，这个迦摄他这时候他就心想，如果佛陀坐下来休息的话，我要把自己这个最上好的这个僧伽之衣就是他的这个祖衣供养给佛陀折好当成坐垫，这样也会为自己带来长久的利益能够供养佛陀的话。所以他就在路边就把衣服折叠好，为佛敷座，就准备好让佛陀坐下。佛陀坐下之后，坐下来就对迦摄说：“哇，你这块布很柔软可以作为这个僧伽之衣，可以作为这个祖衣的。”迦摄就回答说：“是的，如果佛陀您说的这个可以做成僧伽之衣的，请您纳受。”那这时候佛陀就说：“迦摄，那这时候我的这个麻的粪扫衣呢，你拿去。”所以这是佛陀他的衣服是什么呢？他的一个这个祖衣是什么？他的法衣是什么呢？是一个粪扫衣，就是一个麻做的，就是粪扫衣。所以就说，所以就好像他们一个交换所以总之呢，所以佛陀就把他的这个麻布做的一般粪扫衣，就是那种很不好的这种衣服就总之给了迦摄所以佛陀就穿着迦摄的他的那种布做成的祖衣，然后呢迦摄就披着佛陀赐予的那个麻布的这个粪扫衣，这样子。在之后，迦摄呢他也就次第的，就是每天呢就穿着这个佛陀给的这个麻布的粪扫衣，就持续的去托钵。然后到了第9天的时候，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
所以在这个可以说佛陀给了他自己的这个麻的粪扫衣之后呢，他在第9日呢就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件事情，总之这个他们交换了衣服或者说佛陀给予了他自己的麻布的这个粪扫衣给迦摄，这是意义是很特殊的，是非常殊胜的。因为呢，这对于未来迦摄他行持这种头陀行是起到了很大的一种鼓励的作用的。那么什么叫做这种头陀行那么首先我们说，虽然佛陀在成道之后认为这种一种极端的苦行他认为说是这种极端的苦行是痛苦的，是没有意义的，他是加以这种谴责还有是反对的。但是呢，佛陀认为一种符合中道的苦行，他是并不反对的。事实上呢，佛陀对于僧伽的生活，他们就认为说，佛陀认为说，僧伽的生活是一种中道的这种生活，就是不落入两边的，不要太苦，也不能太快乐，就是不落入两边的这种中道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并不是一条非常轻松舒适的生活，而是需要能够面对孤单和各种挑战，你需要能够舍离欲望的，也能够忍受艰难和不适的，不是轻轻松松的生活的。所以呢，佛陀对于那些就是能够发愿要过着比如说简朴的、少欲知足的，就是受持发愿愿意受持这种头陀行的、头陀恨的这种比丘，他是非常赞叹的。而在很多修持头陀恨的、头陀行的这种比丘当中，其中最出名的一位就是迦摄，就是大迦摄。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大迦摄，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极静处修行。那其实寺院它就是在极静处。现在我们谈到寺院，常常都觉得它就是一个建筑物，但其实寺院它就是极静处，我们就或者叫兰若，就是极静处。而且迦摄、大迦摄，他平常都一直是在乞食的，他也不会到那种有好吃的好的这种食物的地方去，不会的。所以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这种头陀行是什么。所以头陀行呢，它是一种苦行，又叫做度多行度多或者头陀行，一般来说有12或13种。那么在和合2章这里面提到说，它能够透过这种行持，能够让我们的功德能够增长，有这样的意义。那么在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
就有谈到这样子的头陀行，一般来说有12种或13种。那么以下就从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来说，那大概可以分为3类，一个是依照时，再来是依，再来是夫句这3种。那么时里面的就是饮食上有3种。饮食当中的第一个呢，就是跟饮食方面的第一个是起食。那么里面呢，起食又可以分为2种。因为如果说头陀行分成13种的话，就是起食里面就可以分为2种。一种就是随得起食，所谓的随得起食，就是说你你就依次序的到某一个人家挨家挨户，就是你到哪一家，你就得到那一家的食物。然后再来第2个是次第起食，就是说你不可以去选择去挑选你喜欢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再来第2个呢是一坐时，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在一坐就站起来之后就不能够再吃，就是这个意思。这过去有很多是这样子的修行。再来先止后食，就是说你拿到了多少，你不能够再多加，就是饮食之节量的意思，就是你也不会浪费。也有这样子的做修持的。再来是衣服，也有3种。第一个是要持3衣，那么3衣就是僧祇衣、温檀罗僧衣，还有安塔婆僧衣，就是一般说3衣、5衣跟祖衣这样子。除了这3衣之外，其他都不可以有。再来第2个是只可以有粗衣，就说这些3衣呢，都是只可以用这种毛的这种粗的这种毛而做的，就是比较粗的这种毛所做的，就是比较不好的这种布所做的。再来第3个就是持这种粪扫衣。那所谓的粪扫衣呢，就是比如说被丢弃的这种衣服，比如说不干净的，比如说有很脏的或者有这种脓血粪便沾染
这种很脏的、不净的这些衣服，就拿了这些衣服来之后，当然稍微洗过了，然后当然是要适合僧众的颜色的这些衣服啊，然后洗净之后，然后要变成是染成是僧众能够穿的衣服，洗净之后再穿。然后再来是夫具或者说住处哦，那么有几种，有6种。第一个是住阿兰若，或者叫阿练若，或者就翻译叫极静处。虫的虫作就是体了，没得吧？体了他的我也得个，真这个人啥子那么就是住在这种所谓的空闲山林这种地方旷野。再来第二个是要长居这个树下，就是你不能住在，就是没有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过去也有这样的行者是住在这样的树下的。再来是长居回路，这个意思是说，就是你是住在这样子没有覆盖的这样子一个地方。换句话说，意思就是住在屋外，就是没有遮盖处的地方。再来第4个，所以也有这样的修行者。再来第4个是住在这个冢间，就是住在坟场。所以过去有这样的修行者的，住在坟场。再来第5个是长期端坐，就是在这种大的床或者这种小的这种神床或者草叶的这种坐，然后端身而坐。所谓的大床，或者说这种大的座椅，或者这种神边坐的这种床的座椅哦，总之或者草叶的这种座椅，然后端身而坐，总之就是坐着不睡下来，或者这是我们常看到在3年3方的这种闭关的噶举的这种闭关中心，我们会看到这种他们都不会倒下来睡觉的，类似是这样子的。再来是处如常坐，就是在自己坐卧的地方呢，大家的路面个电的所以呢，汤不差的定位高了，看这定位呢，地干电的嘛，到别这样个就电了呀，就是以前是本来就是最一开始就是铺了，如果是草或者是叶子的这种草做的话，从最开始就是草，就是叶子的草，就是铺了这样子的垫子。就从头到尾就是铺着这样作为，不可以再铺新的，不可以翻修，不可以再铺新的，就是处如常，常就是平常的常，就是怎么样以前是怎么铺的那样座位不可以翻新，就是那样子坐着。所以这就是头陀行啊，大概是有这样12种或13种。所以我们说佛陀呢是并不认同那种外道的极端的苦行，但是呢对于这种符合中道的这种苦行呢，他是赞叹的。所以有很多比丘呢也是修持这样子的头陀行，其中像是代表性的头陀行的就是大迦摄尊者。所以这种刚刚谈到的
12种头陀行，或13种啊，并不是说一个人就修这13种或12种全部都修，并不是的。因为里面有一些好像也并不是很容易做到，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只是做了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所以并不是说全部12种或13种都要全部做到的，并不是的。所以我想今天因为配合着这个迦摄的一个大迦摄尊者的一个这个传记，所以就谈到了这样的12种头陀行。那么所以就介绍了当时的一些修行。那我想今天呢大概就讲到这里。那明天是这个没有课。那么后天会讲到阿难尊者。